台中一个民众带伊的狗仔咧散步的时阵，会熊熊互路边一只无白色的狗仔夹，这人夹狗拢有着伤，而且呢，搁较喊过的是，这个家人夹的这个狗仔的主人，竟然乌多摆徛咧，就安尼做伊去放伊的狗仔伫个现场。市政府表示讲，这只狗仔的主人呢是涉犯弃养，也是过失伤害等罪，即马警方是当咧追查，也那这受伤的民众也决定要甲提告。 洪家的狗仔尻川皮肉拢裂开，身躯顶有真侪空喙，上深会当到6公分。饲主王先生20出面指控讲，前2天礼拜下晡3点半左右，伊带因兜的狗伫台中市东区的立德东街和建地街口伫散步，遭互一只无牵锁仔的大型蓝种狗仔攻击，人和狗仔拢互咬着伤。蓝种狗仔的主人迄当阵坐伫咧乌多摆顶悬，摩托车是直接骑车浪港。这么有攻击性的狗，它 按照动保法，他要随身携伴，而且要戴口罩，他都没有，而且还放任他闯事，而且他出了事又不出来负责，然后就说跑就跑。61岁王先生迄当阵是拼命制服攻击的蓝种狗仔，续落来就向警方来报案。攻击的狗仔互带转去动保处的动物之家来收容，因为无实入晶片，警方当查访目击者和调监视器厘清饲主的身份。警方获报后查访目击者及调阅监视器，厘清该犬只是否有人饲养。如今查明有人饲养，而事主未将犬只练绳，致民众受伤，事主即涉犯刑法过失伤害罪及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。 农业部目前是甲比特犬等6种危险性的狗仔，和无正当理由捌攻击人也是动物行为记录的狗仔，列作有攻击性的宠物，规定出入公共场所应该互成年人来陪同，而且以无超过1.5公尺连纳锁仔来牵，嘛爱挂喙烟，也是使用通风的金属箱笼仔来装载，为这会当照动保法罚3万到15万。台中市府讲，这只狗仔虽然不是危险性的狗仔，但是饲主已经涉犯弃养、疏放和刑法的过失伤害，受害者嘛决定提告。 经查，该犬只没有晶片，又因为饲主当下已经离开现场，所以本案已经向警方调阅资料。倘经查有弃养的属实，将依动物保护法第29条处最高15万元罚款。动保处建议讲，民众若拄着狗仔疑似攻击的行为，会当采取爱细致冷静，莫挖过去，莫甲声，莫一个人行，莫走伤紧，莫哪行哪正等2爱5迈的原则，保护自身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